这南投草屯林这个平南国小参加太平洋杯全国这个小学中小学这个网络小论文的专题加本土这个署名式行动研究竞赛得到金质奖，全校的师生拢真欢喜。 以后疫情时代，安怎当上健康做主题？两位学生拢真拼死，经过老师传领为收集资料、设计问卷、访问专家做这研究，来参加全国小论文专题比赛，摕到金质奖的好成绩。这次是由我们自己出问卷来给教授、同学们来填写。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草屯平南国小为了囡仔多元发展，最近参加真侪种比赛过程，来验收囡仔学的成果。我们12年课纲其实也强调所谓的素养，所以我希望在课堂上就可以融入一些探究的课程。学校继续鼓励学生参加比赛，发挥找找资料精神，那推广到班级，甚至是全校性活动，让每一位囡仔都有机会会当学到新知识。